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12章。迄时有几若千人客做伙，直到互相吞达。耶稣就先对伊诶门徒讲：着提防法利赛派诶教，就是假好。无一项暗坎诶袂露显，嘛无一项秘密诶袂互人知。所以恁伫暗中讲诶，会伫光明中互人听到；恁伫房间内耳孔边讲诶，会互人伫厝尾顶宣布。朋友，我甲恁讲，害死恁诶身躯了后，袂当阁对恁做甚物诶，毋免惊。我要指示恁应该行诶是倒一位，恁应该行上帝。伊互人死了后，还有权通甲人迄落地狱。是，我甲恁讲，着行即位。五只七鸟仔，敢毋是卖2角银若定？上帝连一只都无卖记得，连恁诶头毛都拢有算计，毋免惊，恁比规阵七鸟仔搁较贵重。我甲恁讲，伫人诶面前宣认我诶，人子伫上帝诶天使面前嘛会认伊。毋过伫人诶面前毋认我诶，人子伫上帝诶天使面前嘛毋认伊。无论甚物人讲话着对人子会得到赦免，毋过亵渎圣神诶袂得到赦免。恁互人掠到会堂，伫统治者也是官员面前诶时，毋免烦恼着安怎答辩，也是着讲甚物，因为迄个时圣神会教恁着讲甚物。众人诶中间有一个人甲耶稣讲：老师，请你教我诶兄弟甲我分家伙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即个人，啥人任命我做恁诶判官，也是公亲？伊就对众人讲：着谨慎，着提防逐款诶贪心，因为人诶性命毋是在伫财产诶济少。后来，耶稣用一个譬喻甲因讲：有一个好业人，伊诶田园大丰收。伊心内想来想去，讲：我无够所在通囤5谷，当要安怎？伊就讲：我着安尼做，我要甲仓库拆起来，搁起较大间，通来囤5谷甲一切诶财物。然后对我家己讲：你已经积住真侪财物，有够通用真侪年。当清闲啦，来啉，来食，来享受。毋过上帝甲伊讲：戆人，今暝就要收回你诶性命，你所积住诶一切，要留互啥人？同款，为着家己积住财富，无互上帝看做好业诶，嘛会安尼。耶稣阁对伊诶门徒讲：所以我甲恁讲，毋通为着恁诶性命要食甚物得操烦，嘛毋通为着恁诶身躯要穿甚物得操烦。因为性命比食物较重要，身躯比衣服较重要。恁看乌鸦，因虽然无种作，无收成，无束仓，嘛无仓库，上帝嘛得甲因养饲。恁敢无比遐个鸟仔搁较贵重？恁敢有人想讲操烦，会当互家己诶性命加活一时仔久？既然连遮尔细项代志，恁都无才了做，哪着为其他诶事操烦？恁看山野诶花，因安怎得大丛？因无劳苦，嘛无纺织。
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伊穿的衫都无比遮个花的一蕊搁较水。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，明仔载互人迄落火炉，上帝都安尼甲因糟蹋，伊搁较会甲恁糟蹋，恁哪遮尔无信心？所以恁毋通简单地想要食什么、啉什么，嘛毋通操烦。遮个拢是即世间无信的人所在追求的。恁的爸知恁有需要遮个物件，颠倒着大声追求伊主权的实现，遮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。恁细细的羊群啊，毋免惊，因为恁的爸欢喜将伊的国互恁，着卖恁的财产来种这善车人，着为着恁家己准备用袂破的钱地来积住用袂了的财宝伫天顶，伫遐贼仔摕袂着，咒虫嘛咬袂着。因为恁的财宝伫倒位，恁的心嘛会伫遐。衫着穿好势，灯着点互倒，着亲像仆人伫听候主人对婚宴转来，主人转来，一个拍门，通随时甲伊开。主人转来的时，看到仆人醒醒，遐个仆人真有福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主人为家己衫穿好势，请因坐倒来甲因侍候。主人若伫半暝，也是天要光的时转来，看到仆人醒醒，遐个仆人真有福气。即家的主人若知贼仔什么时阵会来，一定袂互贼仔侵入伊的厝。所以你嘛着准备便便，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。彼得讲：主啊，你即个譬喻是对阮讲，还是对众人讲？主讲：什么人是忠实搁聪明的管家？就是主人交代伊管理其他的仆人，照时分食物互因迄个人。主人转来的时，看到有照安尼伫做，迄个仆人实在有福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主人会派即个仆人管理伊拢总的财产。迄个仆人若心内想讲，我的主人袂遐紧转来，就起手拍其他的仆人女婢，也食也啉，搁啉到酒醉。迄个仆人的主人会伫伊无按算的日，毋知何时转来，主人会严严甲伊处罚，甲伊甲无忠实的人囥做对。仆人知主人的意思，却无去准备，也是无照主人的意思去做，伊会互主人拍真忝。不过，毋知主人的意思去做应该受处罚的代志，迄个仆人会互主人拍较轻，互伊较济，就对伊摕较济；交代伊较济，就对伊要求较济。我来是要将火迄落地上，我偌尔爱火已经倒起来，我应该受下洗礼。这个洗礼还未受以前，我实在真艰苦。恁想讲，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是无？我甲恁讲，毋是，颠倒是分裂。对打以后，一家有5个人，因为分裂，3个对2个，2个对3个。因为分裂，老爸对后生，后生对老爸。老母对查某囝，查某囝对老母，大家对新妇，
神父对大家。耶稣搁甲众人讲：恁看到云对西边起来的时，随时讲得要落雨啦，果然就落雨。透南风的时，恁讲得要烧热啦，就真正烧热。假好的人，恁都袂晓判断天甲地的景象，哪袂晓判断即个时代？恁是安怎毋家己判断什么是合理？你甲控告你的人去见官长的时，就伫路中设法甲伊和解。若无，伊会拖你去见判官，判官将你交互法警，法警就将你关落监。我甲你讲，最后的1,500字无形清楚，你绝对袂当出监。